现在夜里向7、8点钟光景，天朗向繁星点点，月光如水，照了平静的海面上波光粼粼。哎，现在甲板上立好一个年轻而又英俊的小伙子，卷头发，高鼻梁，蓝眼睛，马相 very nice。现在手里向拿好一根香烟，一面辣浪抬头看星星。石山头里向一位身穿长裙的姑娘，望着甲板的方向，失冲地冲过去。俺们在选过一位姑娘，你要做啥？各位姑娘，面对苍茫大海，凡你聚会，上帝，我来了。1、2、3，等着，别跳！姑娘一眼呀，对不住了一口门，已经不该一点女子口，你别过来！小姐，我只不过想丢个烟头而已。我不需要你来救我。什么？救你？小姐，我想你误会了，你怎么会认为我想救你呢？只不过 ，if you jump, I jump。啥么子？我跳，你也跳。你跳，我也跳。真是个疯子！哦，那是当然，因为我根本不会游泳，如果跳下去，必死无疑。哦，上帝，难道死神都不能眷顾我吗？小姐，我看你这么年轻漂亮，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非得去见上帝呢？你也不是我，你哪会得理解我的痛苦？我虽然不是你，但我们年龄相仿，说给我听听，或许你会好受些呢。平民能理解贵族吗？平民？现在这满大街上都是所谓的贵族土豪，让这贵族都他妈见鬼去吧！小姐，我虽然只是个平民，但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。说给我听听，或许我能给你出出主意呢。是吗？当然，说给我听听呢。哎，搿搭的确。对于个追队伍路实在没办法一厢情愿路的姑娘来讲，与人倾诉啊，但还是一种教导。搿么这个，让我讲拨你听听吧。好的，那既然如此，您听我慢慢的告诉你。飞身开颜，泪洒脸。啥外国人还会唱平台噶？不，小姐，你哭的样子很动人，请继续。父亲去世早，家财大富生，母亲她为不离后命。他谁不够痛楚女孩心？贵族的外衣，那贵族的外衣就好比是那皇帝的新装，米量刷衣，米量
我的父亲早就去世了，屋里向的家当还全部用光子。娘为自己摆烂起贵族的身份，半夜叫我去告白我根本就不爱的富豪婚礼。但是娘的意见我也不能够为啊，所以我走投无路，实在是没有办法，就想到了死亡。其实我的要求并不高，我渴望的不过是自由。万万分想到，一个受了团村厂的贵族小姐的心里，竟然有这样多的为难。小姐，在我看来，人生在世，总有太多的不如意和不开心，但过怎样的生活，这完全取决于你自己。可是目前的状况，我只有选择了死亡，才能获得我想要的自由。不，死亡并不能获得自由，而是所有自由的终结。终结？当然。可就算我活着，我也无法得到我想要的生活。小姐，你知道，一个人的命运是掌握了自家的手里的。你知道我是怎么上这艘船的吗？能告诉我吗？哦，当然，我是在码头上和别人搏眼子换来的一张。Stop。What？ 搏眼子 ？What？ 搏眼子。搏眼子。哎，周斌啊。哎。搿搏眼子啥意思啦？这搏眼子你还不晓得噶？搿搏眼子我不懂啊。上海人打牌比大小，就叫搏眼子。哦。搿么比大山嘛比大山是哇？你为搏眼子哪吃得山呢？反正外国是我第一趟学，英文不大灵光，搏眼子我翻不出来呀。哦哟，陆金华，那你现在还晓得啥叫搏眼子？现在啊，现在我当然明白了。但其实我是一个流浪画家。是吗？这次预备到美国去闯一闯。什么？到美国？到美国流浪？流浪？你一个人？当然一个人。难道你不害怕吗？害怕？哦，不，小姐，在我看来，我们的人生就像一场大的赌局，这精彩之处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张翻出来的是怎么的一张牌。或许一觉醒来，你只不过是个穷光蛋，但也或许一夜之间你就成为一个千万富翁。但只要活着，就永远有下一次翻本的机会。是吗？小姐，活着多好啊！何况你这么年轻漂亮，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非得去见上帝呢？在我看来，你的人生，你的游戏，只不过才刚刚开始呢。是吗？我自家年轻，我的人生，我的生活刚刚开始啊！可以从今天重新开始。那先生，我要请问您，假如您是我，该怎么办呢？如果我是你，我会让你眼前这位年轻英俊的画家为你这么漂亮的小姐画一幅肖像，记录着美好的瞬间，开启全新的生活。开启全新的生活？全新的生活？难道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吗？当然，小姐，来。
把手给我。什么？把手给我，你的手。来呢。I'm Jack. I'm Rose. 两道目光，擦擦，只看见两家头，越靠越近，越看越近，越靠越近，越看越近，紧紧相拥。听看没？倘使你到看电影，吃一个画面要1个钟头以后，现在我到了金华两家头，一刻钟全部解决问题，这个里向啥个味道？你都懂个呀？现在辰光，海面浪向的风好像停止了。搿只船好像也停了。两颗年轻的心，在浪天儿动，滴滴星光下，泰坦尼克中，两个年轻人随着个相爱。比多爱，富贵精神，还富贵地位，但是直到今朝，成就不大家，紧紧。My heart will go on and on. 大观有内某地方，曲径通于是府上。青花无人东流水，红楼独是太凄凉。永宁府里向搿只大观有天下闻名。据说15人得子里向，为得觉着神清气爽，烦恼闲暇。叫啥？今朝偏偏有这样一个身临其境、身入其中啊，得害了让闷闷不乐。少年呢，家父赖他君身旁边的贴身大丫头叫悠扬，今年19岁，聪明伶俐、温文多章，赖他君定定欢喜哩。侬自家私房才嫁不了里来过。悠扬，既然辣屋头当中吃得起大米鸡头不？辣浪东家面浪，也讲得上闲话。搿么蛮好咯，嘿！叫啥？家府里向老太太个大儿子大老爷家属口中之内了，一门心思要想努力收房。昨日子的家属关照自家家家尹夫人，带我去到悠扬面浪向当面提亲。悠扬听见之后啊，大老爷，你57岁子呀！气气人群，还是你还要他小老母啊，所以撇开回头，不晓得尹夫人的福宝轩呢，去抽得悠扬的阿哥阿嫂来做食客，硬是悠扬大力多，一场相骂弄得不欢而散。今朝是8月中秋佳节，家父上下张灯结彩，热闹非凡。老太君呢，关照悠扬，说来带我到院子里向去采点桂花，还些点花瓶里向擦擦，可以供奉上我三子。实上了，悠扬一口子十忙中花友而来。对，悠扬，一路追嘛，一路心里向辣浪窝塞，想想大老爷搿桩事体，肯定不会手把狗血。
尹夫人为威逼利诱，自家的阿哥阿婶也是趋炎附势，我哪弄法呢？我也想过的，因为搿桩事体去赶住赖太君，让赖太君为我来做主，再想哪来事哦？一大兰要是赖太君的儿子，赖太君不会努力拿下；两赖太君年纪已经大着呀，万一气出毛病，遇上三长两短，我哪对得起你赖娘个？所以现在有样面对当时的节目，搿两部路越追越美。不晓得谁了让你下过单过，有一头老人风加山大，背浪向立好一个人盯牢那口子半日了。啥人？家属。昨日子答尹夫人搭里讲，说有样不肯答应搿对亲事。哎呀，家属好啊，不识抬举，心里想关火，所以今朝娘面浪向最后多分几清，一个子忙正院子里向来散散心。老有人看见着，只看见有样了浪过来嘛，心里想开心。你看呀，搿两步路走得袅娜娉婷，搿张面孔也是好看，顶顶好看，面孔上还有两粒夹子斑。你别说，面孔标志侪有其次，那哈么我娘搿对私房侪是理官的，总部队也是伢了里水的。努力他得来嘛，搿个名堂叫神才两德。三娘拎不清呀，不肯承认我。现在看来，将军也追到自家身半边嘛，嘟噜，高三十背对出来，不阴不阳对正之理。我倒是说，原来是婢女，有样。于是拿婢女两个字喊得响的应应如内阿东。有样哪会不懂？分明见我写的自家的身份。在大理乃是东讲我是西讲，可见之内我应当当你磕头请安。但是那个人为了不争，所以我用不得对你客气。是不是有样个张嘴巴不肯让人家？是啊，小婢真是奉老太太的有样，人人如我阿头么阿头，代表个我是夫人多娘的。哎呀，结棍啊！拿我娘个今日早把起出来了。有样，是。到此责任啊！奉了老太太之命，到的此际，采了桂花供奉神灵。我看你一女之我手手杀杀，分明乃是非奸即盗。哼，搿句话分量重着，但吕妈妈搿种能闲话，你都说得出口呀？贵宾老爷，小婢母老太太训教，从不做肮脏狗贼之事。是我，搿个衣裳是是我的，谁是是我专门做肮脏狗贼之事咯？搿个小娘长嘴巴真厉害呀！不晓得你越是这样厉害了，我越是欢喜，出来缺死。有样是，今年几岁了？19岁，正当妙龄，夫人做法，因何不允？侍奉太君送战应进，婚姻两事不得怒心。乃婚于家，理所应当，鸡鸣有样，何不成双？有日培养，逢日培娃，神居天堂，不可娘法。一切一比一贵一切，慎容了我祈求身体。生死于命，富贵在天。身为下帝，身必失敬。把这位两儿当时容进嘴巴嘴里扭曲那种。神贵之内人容，佛及东君大量火。月里让我一爱少年，心口之王哪个心你？光明磊落，非天口表，我来哪个为亡命高？不是报
老娘定是家里我不起你，谁敢去？不为子女，不怕累意，兵行玉节，铁石可知。好一张利嘴！不过呢，越是这样，我越是欢喜。心里想到的混门啊，这把手指拼命的让手，不晓得头低下来一口，发现了，加上手柄浪向当一只手势，啥么子么？一只冰玉鸳鸯，出自大家里面得来的。2,200银子，2,200银子这样多个种阿头不知蛤蟆几货，今朝啪啪用上，搿来有名堂的，死有样不去，活有样不来。死谁低头，拿只牛有样拿到手里，小小的有样，竟敢如此违抗于我，违当了得！今日一定要叫你粉身碎骨，拉起来擦！有样看得清清爽爽，你分明是辣威胁我啊！假使我不答应你，我和和尚谁要得个只牛有样一样粉身碎骨。但现在有样不知落得来个勇气，气势打头上把我来一只肉珠，老爷请开。这口气里水里向拿只肉珠，而要怎样？肉珠不呀，念是不去，是我砰！我是誓死不送的。哦哟，好大的胆！让我大老爷门前关高多上来是第一个，那么个出来不来个啥？后抽上来嘛，忘记特子身份个这个，当当追上2步，抓来逼迫抓了，哼，有样是当真不容，当真狗肉不容，狗是哼，难道你已让老太太宠爱竟敢定上于我？小弟不该，量力不该，你要取消，哪怕你悟空在世，也难到我的手掌。哎，老爷，要取消追逼明文于国，请老爷死那种砰！好一匹立马，老夫定要养我于你。有样也可以去白大房厅了。看见来他军守了让白牛相开个红木炕上了，平常有样了让来他军门的顶顶能够克制自家，真正么里随便哪克制不来着？你也顾不得两旁边还有人了让，巨大地浪先上去，10多个扑在来他军身上，好到痛哭。呀老太太，小弟真我不忍了。各位了，他军是顶顶福气的福气人，那么儿孙满堂，荣华富贵。我讲今朝是过节呀，所以喜吃了让大广场，杀上头的看见自家顶顶欢喜的有样下头哭进来，扑进来嘛，哎呀这个了，哎呀有样，是你为什么要如此的伤心？莫非有人欺负于你？不用害怕，家里出来是由老太太替你做主。我可一生拉走错，家一生拉你苍。
最欢喜听搿种啥个复上了随上，开心的，三娘辣那拍我马屁。哎呀，拍我马屁嘛，用不着哭得个，啥条哭得是俺伤心家。有呀，哎，你有呀，如此的伤心，如此的落泪，居住出了什么日了呢？让我舌动放。我是推人心来心门开，我是真是善良，永华不悔，人不当下面下，所以我是一句为谁在当上。
出来。哎呀，都死不得的。他还记得个对方一讲我来个好一位真灵女子小有样，不谋富贵用瓦妆。牛怕青丝明心计，属于破死贫苦郎。披头到此结束。今日海中两的青帮街上，大人来相聚，皇帝不马掌。神怒为宫廷，大人赛龙江。随了关键时，八公来聚杀。八公官在文武八公，你都等了金楼殿上下等，我进宫见皇帝举的亲。虽大人急忙忙正给他批公文而来，因为举人心急也是心事重重，所以对陈大子忙正公文而来。哎，内忙给他公文口而来，给他公文口洗吃的还个小他给，可小他给今朝发的例子，高头请得了540两送，因为刚正皇帝进去的辰光，他的花过一大口语，叫寡人今日口语的。一个神灯不得进宫，谁人进宫要你的哪无对？啥人进宫，啥那个对？哪是不得了子？起码当领机，你了该面的啊，倒闭的菜，俺觉得啥啥？突然看见门前来个大人，对陈大子忙正给他来，他不写他给呀？你看看经上来个啥人呢？各种写他给叫势力的了。大事，什么人啊？敢在这乱走乱闯的，给我停下！八公喜却随着王弼，忙正给他急匆匆而来，听见声音，哎，哪得也看一看啥人？谢他开始向我对口，低下来看，来个单机哪个大人？一口吧，哎呀，这都眼睛说走起噻。八公队里一忙的哈啊，啥是你呀？个八公大些他该认得个，非但认得两家的还是有家个有觉得深。说八公那一凭想要个身份，拿他个谢他该去就有，这个谢他该本来不了给他批公文的，那老拿他镇衙门，个镇衙门公文不得了子。那么那边看，来了镇衙门看个种些他给工资不干的呀，个平常辰光开些也是多，那么还有东南京也想发财，本都发一样。那让给他镇衙门看来来往往进进出出，才是大三大郎的大佬，个种人带得了御史做啊。老头别日么啥起来噻，尽可接触马起来，个本事了半毛了哈，外国里嘛还经常去，跟我再哭。等了该面的，当皇帝口手夺命门，那么也想发财，哎，就因地制宜，随地起财。等他们有个大人过来，也想进宫去皇帝，大大来，哎呦，我说这位大人，您要进宫见万岁爷，哎呦可以，咋叫问你跑来跑去，这个天很热啊，你要不要来点人影费呀？哎呦，我说这位大人，您要进宫，哎呦可以，咋叫问你跑来跑去，这腿很酸啊，鞋底儿你看都磨破了，您要不要来点鞋袜费呀？做啥？看这个。上来10两银子，2两银子，还得么8两，但后来银子反正也金子子，再到后来金子啊反正也买进了英镑了元，再到后来买进英镑元啊反正也别墅子，再到后来有种别墅啊反正也漂亮个妹妹子。有日子他喜鹊八公打过来，也进宫，写他给银米追上来。哎呦，我倒是说，原来是包大人。您要进宫见万岁，哎呦可以。不过包大人，按照咱们这的规矩，我跟你跑来跑去，您得给我100两银子。不过包大人，我知道您是个清官，这样吧，打个对折，你给我50两行吗？八公说不干，那是他给他进去兵办是那个侄子，
我不知那铜地就走上那个挖风下去。哎呀，包大人，那可就不巧了。我知道万岁爷今儿个在睡午觉，谁人也不敢去惊动。包大人，您请回吧，明儿个再来吧。八公是门子谁门子？等到门子走来上帝居家，随到皇帝讲，搿些他给看出讲，一个50两银子，你讲我也不理不自理，就走上那个挖风下去。搿皇帝听懂个呗，他给了看出讲呗。搿么想想些他给呀，你看出讲么也信得人的呀，信搿种愚钝的人去看的呀。搿只和面孔也不改。虽说鲤鱼和面孔也反不那个，你咋铁公鸡嘛也蛮不吧？皇帝当时辰光，我先他给喊上来，面孔一白，你这鬼奴才，卑微公文为党了得，吐出去打50公币。这里的阿母养50两银子没分开做的，却到50几公币，这个有谁啥干这个？现在看见八公来嘛，眼睛去啥血里迎上去。哎呦，我倒是谁？原来是龙头个大学士包大人，咱家在这儿给您行礼啦。八公，下来是又是谁？可见那个种奴役却是一个他给斗人已经好了。罢了，刘包大人，不知您今个大驾光临有何贵干？今日保证遇到君要公事，要密集万岁，对我记功。那张面孔，啥今朝你到电动还会得到我咋经理来咋？你还要来拒我咋？他平常辰光没办法放在进去，今朝对不起噻。哎呦，包大人，原来你要进宫见万岁爷，哎呦可以。如果照理来说，我不能当你家，当了你的家，你明儿个跟万岁爷一说，那我岂不是又要挨着50公鞭了吗？不过包大人，今儿个您真不巧，万岁爷刚进宫的时候，就从奴才这儿跑过去的，给奴才下了道口谕。包大人您听好了，万岁爷口谕，今日一概人等不得进宫，谁人进宫，就要我的脑袋。包大人，对不住了，今儿个您不能进宫，您请回吧。八公想我不要进宫啊？妹妹姐，阿位个谢他给哈讲哈肉鱼子，想不喂，连也连不上到个对。肯定是刚刚皇帝让光虎队长4、5级进宫辰光把火子弹看雨，但是我今朝必须要进宫见皇帝。如果我不进宫见皇帝，点清水举不了；我不进宫见皇帝，山大郎坟屋把个苏满水打不了；我不进宫见皇帝，爹娘娘个坟地水解决不了。但是凡是一件花狗鱼子，不让任何人进宫，我哪进去呢？搿来么随节办法比较多，你晓得个？这问题讲起来，我今朝绝对不要进宫了。滚！好讲你看，搿些他给3座浪看如鱼子，从你个面部表情看出来，你那浪幸灾乐祸，那个谁叫公报私仇？我假使你来这个种些他给我都睡不着，我个身下的行走，干嘛要试试看？东瀛大人一部眉毛是眼睛的，咋？谢他给一下，包大人，包大人，你怎么了，包大人？哼，你这鬼奴才！保证今日遇到君要公事，要密集万岁。你如此的做来，何其够恼啊！对，此乃吉也。你再看，保证今日谁之王弼，想着王弼之上，上大昏君。你如此的做来，何其够恼
我的，鞠婧祎击砸对，谢他给一幕，他光自己砸完。哎，包大人，包大人，这不能怨我，不是我不让你进宫，万岁爷下过口谕的。包大人，这样，您让我再想想。谢他给下今在耍个日子，那巴子的是黑面孔子，我女人家的进去呢，不进去。可是个法律进去，个皇帝会好噶。寡人对你一讲够的，一个神等不得进宫，虽然进宫也你的脑袋。但你搞够走啊，在法律进来，啥个抬出去杀！我可老对气他。搿么假使是个眼睛发压力进来，你听个黑面孔讲呢，还有气够的我的，搿么我有几扎对。这里这个说法是，三个警察杀他我扎对，我会去你两只苦老头了。这里妈妈黑面孔搞大人没办法，那是个美呀。包大人，这样吧，您先别动怒，让不让你进去不是奴婢我说了算的。得看万岁爷。这样，我现在进宫禀明万岁，如果万岁爷让你进去，那你就进去；如果万岁爷不让你进去，包大人，对不住，我也没办法。好，既然是此儿书所进，公写到干的。一个圈子忙正养心的奔过来，大上养心的一看，这啥可见皇帝不必受之人者，杀人不是白人，走北丞相绑决。可我分科技绑决进来哇，你哪进来个家哈？一进门边那个写他开着，我的哥呀！怎么了兄弟？这老国丈怎么进宫的？我没见他进宫啊。好，老国丈从后门花了几个钱，从后门进来的。他从后门进来干嘛呀？这老国丈今天进宫，问万岁爷要行旨，要杀敌皇亲。谢涛给那么反应出来着？那别看啊，这种谢涛给那自己挺聪明。立刻今朝绑结从后门，马通知他给进宫，问万岁爷隐之夜杀敌亲。不用多讲，本宫今朝从正门进来，本是举的亲的。跟外头今朝也看着，搿两高头等了皇帝门前啥人吃得开？如果本我面头讲下来，绑结比本宫吃得开的，搿么将来绑结门前哈哈就拍马屁。如果面头讲下来，本宫比绑结吃得开的，搿哪得回来啊？下他黑面孔门前哈哈就拍马屁咋？所以谢他给两只腿大子个永吉登了不必看。随那个些辰光，只看见皇帝也拿他隐之气根不绑结，绑结个杂碎死吃也去几个他隐之。谢他给这发办爱发办，随了一些辰光，爬上来汪浪一声，奴婢启奏万岁爷。皇帝一下给他隐之眼睛水出来。个绑结也想去再分解那么五个空，呀！你这个运动在，女儿要许此君吧？万岁爷，宫门口龙头个大学士包大人要进宫见您万岁爷。哦，我大致啥个事体了？个八群爷一进来嘛，那谁放的进来呀？八群爷进来，你让他进来呀！万岁爷，不是您给奴婢下过道口谕吧？今日一概人等不得进宫，谁人进宫就要我的脑袋，我没敢放他进来呀！你这个奴才口吃作为的呀！大的爱情不能进宫，八群的定要让他进宫的呀！代理毛毛，你也分当个不高啊！这些的是干嘛法律进来走啊？我把用不到不能训他一顿，奴婢领旨，立起身来，送信回到宫门口。这一大路走来，这心里想就背不办公着。皇帝刚刚这面孔还是逼逼白，哎，听见办公来，这面孔马上笑眯眯。这么看大去，办公四皮帮就吃得开。单子外头个马屁，那也哈哈就拍砸，现在打过来吧。
的是，纵然你就还亲爱的那吃得香。包大人，万岁爷听说你来了，劝你马上进宫的。好的，皇帝听见我来喊我马上进宫，得保证进宫。慢着，包大人，做什么毛皮粉泡的呀？那还放在进去呢？哎，今朝毛皮面还吃泡子，说不定泡得你开心啊，还没空再把2个银子刷不过来。包大人，你慢着，你慢着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方才我进宫见万岁爷的时候，看见万岁爷旁边坐了个人，非是旁人，老国丈庞太师。你不是一讲到今日一个神灯不得进宫，老国丈怎样进宫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纳闷啊，我就问旁边的小哥们了，我说这老国丈怎么进宫的？小哥们对我说，他说老国丈从后门花了几个钱从后门溜进来的。这堂堂的国丈开后门实在不像样，哪像您包大人光明磊落从这正门进来的？我赶紧再问了，说老国丈进宫干嘛呀？小哥们告诉我，老国丈进宫问万岁爷要行刑旨，要杀帝皇亲啊！就算我也知道这帝皇亲哪能杀的，是大大的忠良啊！小的我虽然是个奴才，我也知道要保护忠臣良将。就在那时，我看见万岁爷要把行刑旨交给老国丈，老国丈的手就要去接这个行刑旨。我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跑上去大喊一声：“包大人驾到，要求见您万岁爷！”万岁爷听说您包大人来了，就龙颜大悦，立马下旨宣你进宫。包大人，那行刑旨还在万岁爷手里，老国丈想必要溜也溜不走了。包大人，你慢慢腾腾，定定心心，大大方方进宫吧。呼！今朝平心而论，先掏开包子我忙着。自个里副包子那个忙，我打事业龙江，得请个点名水办法来着。那么侬办公向来就赏罚公明，于公也罚，于公也赏。今朝哪大一哈哈就赏礼赏着，都是公公。哎，包大人您别谢我，你别谢我，担当不起呀、包大人，您进宫吧。包大人您走好，包大人您走好，包大人 ，goodbye bye。这鸡巴浪向袋袋里挖出来有啥用噻？片头单词结束。